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挽歌。说起皮亚提和钢琴大师鲁宾斯坦的友谊，那真是一段乐坛佳话。两人在1858年在伦敦的一场音乐会上相识，从艺术搭档成了终身挚友。1892年夏天，皮亚提带着女儿在米兰，恰巧鲁宾斯坦也在。一次晚餐时，鲁宾斯坦提出很想见见歌剧巨匠威尔第。没想到威尔第在欣然接待他们，还兴致勃勃地想听他们二重奏。于是，一场特别的小型音乐会就在威尔第住的酒店里举办了。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。皮亚提借来了一把好琴，和鲁宾斯坦在大厅一角为威尔第和少数几位朋友们演奏。先合奏了一首，随后鲁宾斯坦独自弹起肖邦的葬礼进行曲。音乐如此感人，连威尔第也听了直流眼泪。然而，仅仅2年后，鲁宾斯坦去世的噩耗就传来。当时皮亚提自己也重病在床，朋友的离世几乎击垮了他。最终，所幸他康复了。为纪念这份友谊，也为感谢救治自己的医生，在病愈之后，皮亚提提笔写下了这首悼念鲁宾斯坦挽歌，献给了2把大提琴，也献给了那段永不褪色的音乐情谊。接下来，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聆听挽歌。